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姑，欢迎大家来到客家名路學院。今日老大家向下來分享嘅主題係賣東西。賣老嚟講，唔識賣個東西，絕對冇可能咩，係嘛？你係一出外就可能會賣東西啊，你食嘅東西、做嘅東西、用到嘅東西，甚至坐公車、坐車員、坐機場車。都係一種交易，這就是買賣啊，係嘛？佢說啲生活地度冇可能冇去買賣。咁樣課程會分咗3個段落，用短劇分別同大家講賣東西嘅下可能，你會看到嘅材料係乜嘅？用乜嘢去問人家私幾多錢？韓國啲呢當中咧，你咪做得好多，然後呢度價錢啊、量詞啊嘅合法。按用版型來講，好。好的，今日課程一開始先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一個句型，發音按到我要去買什麼什麼，我要去買乜嘅，哦呀，非常好用啊！用版型咧，你先愛解下嗬，讀到熟悉嘅人，讓人上家門，讓人淡地嘅下，可能就講，你要做乜嘅？你要去呢？我要去買乜嘅東西咩？那聽朝會用到，你要去大賣場啊，一片的商店啊，百貨公司啊，是不是任何做得賣東西嘅素材哦，都做得用到呢隻機嘅，嘅合法都得按用版型來講咧，向下來學一擺。我要去買，我要去買，我要去買。我要去買，我要去買豬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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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記得要邊跳哦。我要去買豆油，我要去買豆油，我要去買醬油。我要去買醬油，下輩我要去買包粟，我要去買包粟，我要去買玉米，我要去買玉米。好，大家學會我要去買乜嘅，有隻機器唔過係停定出來看到底嘅根本嘅短劇地圖咧。嘅阿妹老阿用誒，讀到過後，記得我用版型來用呢隻詞彙韓國機器，用到自己生活地圖咧，向下來看下去了。